喺香港呢個寸金尺土嘅地方買樓，係無數人一世人最大嘅賭注。有人買錯樓，一世做樓奴；有人買啱樓，身家暴漲，從此改變命運。但係喺港島東區有一個屋苑，樓齡超過40年，外表睇落平平無奇，但係佢嘅樓價竟然可以長期跑贏大市，甚至被稱為香港樓市嘅風向標。佢就係太古。你可能唔知道呢個今日中產階級趨之若鶩嘅豪宅區，100年前竟然係一個充滿汗水、機油，甚至發生過奪命大火嘅工業廢墟。究竟係咩原因令到一塊工業廢地蛻變成香港嘅吸金大鎮？係地產商嘅眼光，定係背後隱藏住一個極其罕見嘅風水大局？今日開運秘錄帶你用風水師嘅專業眼光解開太古城40年不敗嘅風水玄機。記得睇到最後，我會有份禮物俾大家。要了解太古城嘅風水，我哋必須翻到1883年，當時嘅那擁只係一片荒蕪嘅海灘，但係英國太古洋行嘅大班推中咗呢度，佢哋喺度建立咗當時亞洲最大規模嘅太古全螺、太古糖廠同香港汽水廠。全盛時期呢度有超過5000個工人日夜揀工，係香港江岳嘅心臟。但係呢個地嘅命運並唔平靜。二戰期間，日軍嘅炮火將船河炸到滿目瘡痍。到咗1971年，一艘停泊去全螺維修嘅古巴貨輪突然失火，引發5級大火，製成3死4傷嘅慘劇。喺風水學上，呢種經歷過戰火同大火嘅土地，通常被認為煞氣激重，唔適合居住。但係點解太古城起好之後，反而越住越旺？秘密就藏喺佢背後嗰座山入面。今日呢集，我會為大家揭開3個太古城嘅風水大秘密。第一個秘密，太古城嘅龍脈究竟係點樣形成？點解呢度有咁強嘅聚氣能量？第二個秘密，太古城邊幾座係真正嘅旺財格局？邊幾座暗藏反攻煞，財來財去留唔住？第三個秘密，住喺太古城，你可以點樣配合風水佈局，令自己嘅財運、事業運大幅提升？如果你而家已經住喺太古城，或者你正在考慮買太古城嘅樓，呢集影片你一定要睇完，因為我將要告訴你嘅係連好多地產代理都唔知道嘅風水真相。風水有緣，山管人丁，水管財。太古城之所以能夠化煞為全，全靠佢得天獨厚嘅地理格局。太古城嘅正南方係北拿山同白炸山，白炸山係港島東區最高嘅山脈，氣勢雄渾。喺風水上，呢座山就係太古城嘅父母山，提供咗極其強大嘅靠山力量。龍脈之氣由北拿山出發，一路蜿蜒向下，經過康山花園，隨後竟然喺太古城嘅中心位置停聚，結成一個小山之狀。呢個就係風水學上極其難得嘅真龍入月格局。有座強大嘅靠山，仲需要有水局配合。太古城北面向住維多利亞港，形成咗完美嘅坐山朝海、背山面水格局。好，講完歷史，而家我哋進入今日最核心嘅部分——太古城嘅龍脈格局。喺風水學入面，龍脈係指山脈嘅走向，係大地嘅生氣所在。龍脈所到之處，生氣聚集，係最適合人居住嘅地方。香港嘅主龍脈由新界嘅大帽山出發，一路向南延伸，穿越九龍半島，越過維多利亞港，到達香港島。呢條龍脈係香港整體風水格局嘅骨幹。到咗香港島，龍脈繼續向東延伸，經過銅刀灣、天后，到達那于用一帶。而太古城就正正坐落喺呢條龍脈嘅一個重要節點上。各位，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坐落喺龍脈節點上嘅地方，係龍氣最旺盛、生氣最充沛嘅位置。呢個係太古城風水格局好嘅第一個原因。我哋再睇睇太古城嘅靠山。風水入面有句話：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一個好嘅風水格局背後要有靠山，代表有依靠、有支撐。
太古城背後係拿魚湧山一帶嘅山脈，形成一個穩固嘅玄武靠山格局。呢個靠山為太古城嘅居民提供咗穩定嘅能量支撐，令居民坐倚有貴人相助，食嘅穩步向上。再睇前方，太古城面向維多利亞港，呢個係一個非常開闊嘅明潭。喺風水學入面，明潭代表前方嘅空間。明潭越開闊，代表格局越大，居住嘅人眼界廣闊，機遇多多。太古城面向維多利亞港，明潭可以話係無限開闊。呢個係太古城風水格局好嘅第二個原因。太古城嘅整體線道屬於五山指向地來弗卦線，南方離卦承接山神之氣，保佑住客身體健康，人丁興旺。北方坎卦迎接迷港之水，源源不絕咁將財氣吸入墓園。呢個就係太古城40年來無論經濟點樣起跌，依然屹立不倒嘅核心秘密。不過太古城有成60幾座樓，係咪每一座嘅風水都一樣咁好呢？當然唔係，同一個屋苑5堂嘅坐向，唔同嘅景觀，風水可以有天壤之別。先講下金殿題，如果你住喺燕公閣，恭喜你，呢座樓面向羽毛球場，形成咗一個開闊嘅明堂，主貴顯，住喺度嘅人特別容易出名，得到社會地位。而元公閣前方有微微彎曲嘅水局，風水學叫月代環腰，主財係平穩，細水長流。但係如果你睇中咗限共閣，就要小心啦。佢嘅西南方有一條反弓路直衝過嚟，正正反攻煞，對食嘅同健康都有負面影響。而垂宮閣立喺西南賁卦退氣之位，做客容易遇到食嘅阻滯，甚至呼吸系統嘅毛病。再睇下高山台呢度嘅廬山甲同南山甲，可以話係太古城嘅風水寶座。佢哋前方同樣有玉帶環腰嘅水局環抱，極容易積聚財富，非富即貴。總括嚟講，太古城大部分樓宇都係四四正正，風水底子好好，唯獨係洞庭甲、太湖甲同鄱陽甲呢3座建築形狀唔係四正，宅院相對會比較反覆。買樓嘅時候一定要避開呢啲陷阱。好多人都會問，太古城已經40幾年樓齡，風水地運係咪已經過咗？答案係絕對未。由2024年開始，地球正式進入20年嘅九紫離火運，九運燭火代表南方。喺太古城，英皇道係一條非常重要嘅主幹道，但係英皇道喺鰂魚涌一帶嘅走向，對某幾座大廈形成咗一個典型嘅反攻煞格局。首先，我要講嘅係高山台嘅洞庭閣、太湖閣同鄱陽閣。呢3座大廈除咗面對反攻煞嘅問題之外，仲有另一個風水上嘅缺陷，佢哋嘅建築形狀並唔係四四正正嘅方形，而係呈不規則嘅多邊形。各位，喺風水學入面，建築物嘅形狀非常重要。四正嘅方形或長方形代表四平八穩，氣場穩定。但係不規則嘅多邊形會令屋內嘅氣場出現角煞，尖角對着居住空間，容易引起口舌是非、情緒不穩，甚至影響健康。呢3座大廈嘅不規則形狀，加上反攻煞嘅影響，係太古城入面風水問題比較多嘅座數。如果你住喺呢幾座，我建議你特別注意室內嘅風水佈局，用適當嘅方法化解。除咗高山台之外，太古城其他幾個屋苑亦有部分座數需要注意。整體嚟講，太古城嘅風水格局可以分為3個等級。上等格局，玉帶環腰，財氣最旺。高山台嘅廬山閣、南山閣，以及金殿台嘅燕公閣、元公閣，呢幾座大廈直接受惠於玉帶環腰水局，財氣聚集，係太古城入面最旺財嘅座數。中等格局，龍脈庇蔭，穩中求進。太古城大部分座數屬於呢個等級，雖然冇上等格局咁旺，但係受惠於整體龍脈格局，財運穩定，適合長線居住。下等格局，反攻煞影響，需要化解。高山台嘅洞庭閣、太湖閣、鄱陽閣，以及部分面向英皇道反攻位嘅大廈，
呢幾座需要特別注意室內風水佈局，以化解外煞影響。各位，我知道有好多人聽到自己住嘅座數風水唔好，會感到擔心。但係我想告訴你，風水唔係命運，係可以改變嘅。外煞固然存在，但係透過室內嘅風水佈局，我哋完全可以化解外煞嘅影響，甚至將壞局轉化為好局。各位，我知道有好多人聽到自己住嘅座數風水唔好，會感到擔心。但係我想告訴你，風水唔係命運，係可以改變嘅。外煞固然存在，但係透過室內嘅風水佈局，我哋完全可以化解外煞嘅影響，甚至將壞局轉化為好局。喺下一段，我會為大家詳細講解住喺太古城唔同座數嘅居民應該點樣透過風水佈局趨吉避凶，令自己嘅財運、事業運、健康運全面提升。記住唔好走開，最實用嘅部分就係下一段。好，講完咁多太古城嘅風水問題，而家係最重要嘅部分，點樣化解？無論你住嘅係上等格局、中等格局定係下等格局，我今日都會教你幾個簡單而有效嘅風水化煞方法，令你喺太古城嘅生活更加順風順水。化解反攻煞，用擋煞主隔外部煞氣。對於面向反攻煞嘅單位，最重要嘅係主隔外部煞氣入屋。第一個方法，後重窗櫺係面向反攻位嘅窗口，掛上厚重嘅深色窗櫺，特別係夜晚或者唔喺屋企嘅時候，保持窗櫺關閉，減少煞氣直接射入屋內。第二個方法，植物屏障喺窗台或者陽台擺放高大茂密嘅植物，例如富貴竹、虎尾蘭或者大葉植物。植物有吸收煞氣、淨化氣場嘅作用，係最天然嘅化煞方法之一。第三個方法，山海陣或者八卦鏡。如果化氣比較嚴重，可以喺面向反攻位嘅窗口掛上山海陣或者凸面八卦鏡，將煞氣反射出去。但係要注意，八卦鏡必須由有經驗嘅風水師指導擺放，唔可以隨便亂放，否則可能反而影響鄰居，引起不必要嘅麻煩。化解角煞對於住喺洞庭甲、太湖甲、鄱陽甲等拔龜跡形狀大異嘅居民，室內可能存在尖角位。化解角煞嘅方法核心原則係以圓化方，以柔克剛。第一個方法，完成或盾完成家具，避免喺尖角位附近擺放方形或者尖角家具，改用完成茶几、筒完成地毯，令氣場流動更加圓順。第二個方法，植物或屏風遮擋喺室內尖角位擺放盆栽，或者用屏風、書架遮擋，令尖角唔會直接射向主要活動空間，例如睡牆、書化或者辦公桌。第三個方法，水晶球化煞喺尖角位附近懸掛或擺放完成水晶球，水晶嘅圓潤能量可以柔化尖角嘅煞氣，同時有助提升整體氣場。各位，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今日呢集影片，我已經為大家分析咗太古城嘅龍脈角局、個柯縣嘅風水優劣同埋化煞嘅基本方法。但係我必須坦白告訴你，呢集影片所講嘅只係太古城風水嘅冰山一角。事實上，我哋團隊花咗幾個月時間，對太古城進行咗一次全面深入嘅風水鑑定，最終整理出一份超過幾十頁嘅太古城風水鑑定深度報告。呢份報告入面包含咗大量今日影片冇辦法詳細講解嘅內容，包括每個柯縣嘅輝星盤逐一分析，各座大廈嘅旺財方位同衰氣方位，九縣期間最受惠嘅樓層同單位朝向，仲有我多年實地勘察嘅獨家心得。點解我唔係影片入面全部講晒？原因好簡單，內容實在太缺盡、太豐富。如果我喺影片入面逐一講解，呢集影片可能要拍幾個鐘先拍得完。而且我認為真正有緣嘅人先會得到呢份報告。我一直相信風水係有緣分嘅，唔係每一個人都需要了解風水。但係如果你睇到呢度，代表你係一個對自己嘅生活、財運同埋居住環境有要求嘅人。呢份報告我想免費送俾有緣嘅你。喺呢份報告入面，你會了解到太古城嘅走遠風水格局係點樣影響到每一位居民嘅財運。所謂走遠風水係指水氣流動均勻、財氣充沛嘅格局。
太古城因為坐落喺龍脈節點，加上前方維多利亞港嘅開闊水局，令整個渦縣嘅水氣走向非常活躍。但係水氣活躍係好事，同時亦代表如果你嘅單位坐向唔靚，水氣可以係帶財入嚟，亦可以係將財氣帶走。佈局入面，我會逐一為你分析，你所住嘅座樹究竟係屬屋苑立財型定係漏財型。如果係立財型，恭喜你，你只需要做少少風水比局就可以將財氣最大化。如果係漏財型，唔使擔心，佈局入面亦有顯在嘅化解方案。仲有呢份佈局仲包含咗一個我從未公開講過嘅秘密。太古城入面有一個非常特殊嘅聚氣絕位，係整個渦縣財氣最旺嘅地方。如果你嘅單位剛好喺呢個位置附近，你嘅財運優勢係其他座樹嘅幾倍。呢個秘密只有喺佈局入面先會揭曉。填寫你嘅名同電郵就可以即時免費下載呢份太古城風水鑑定深度佈局，完全免費，冇任何附帶條件。我唯一嘅要求就係希望你睇完佈局之後，如果覺得對你有幫助，記得分享俾你身邊住喺太古城嘅朋友同家人。因為風水係一門造福人群嘅學問，我希望更多有緣人可以受惠。記住，風水唔係玄學，係科學。佢係透過觀察自然環境，幫助我哋趨吉避凶，令生活更加順利。你住喺太古城，你就應該了解太古城嘅風水。呢份佈局係我送俾你最好嘅禮物。太古城正正係背靠南方嘅白架山，喺九運期間，南方有高山，稱為正神劍山，係格之旺丁旺財嘅格局。所以即使樓齡漸高，太古城喺未來20年依然會繼續享受九運嘅風水紅利。對於想買樓自住或者長線投資嘅人嚟講，只要檢拿坐向，避開煞氣，太古城依然係一個穩陣嘅避風港。風水從來都唔係迷信，而係一門研究環境同人類共生嘅環境科學。太古城嘅成功，印證咗真龍入月同背山面水嘅強大威力。但係香港仲有好多大型屋苑，佢哋嘅風水又係點呢？點解有啲屋苑會被稱為悲情城市？點解有啲填海區嘅樓價會大起大落？各位網友，我會準備一份太古城風水選擇報告，詳細列明太古城嘅風水佈局及坐向指標等，大家可以概括咁利用風水揾你心目中嘅安樂窩。報告我會擺喺置頂留言入邊，有條 link 你 click 入去就可以揾到㗎啦。下一集開運秘錄，我哋會帶大家去到新界西，解開一個極具爭議性嘅屋苑風水之謎。想知道你住緊嗰區嘅風水好壞？記得訂閱開運秘錄，冚埋隔離個鐘仔。我哋下集見。